所以今仔記者就找到陳幸如，伊講趙建明安尼講，你有啥物看法？陳幸如伊即個面色真歹看，伊講伊即馬愛掛心的是囡仔的教育基金嘛，希望伊即個情案趕緊的解約，將保管的錢還互伊啊。陳幸如伊的心情啊，即幾工啊，哇起起落落。原底佇個即個七娘媽生迄當時啊，伊非常歡喜。伊講2300萬囡仔教育基金應該無問題，但是笑無一工啊，伊今仔發現即個情形無啥對哦。這錢到底有法度退轉來無？伊無把握啊。將頭毛綁起來穿洋裝，陳幸如再去前往診所上班，不過伊的心情實在是起起落落。現在比較希望的就是教育基金的部分嘛。我兒子也曾經跟爸爸問過，然後爸爸也是很阿莎力的說：“哦，我怎麼會侵占兒子的教育基金？我只是幫你們就是先投資買保險而已啊。你們如果想要自己保管，我就解約你們自己保管就好啊。”對啊，所以我覺得這就不是什麼問題嘛，就是趕快處理就好了哈。關心囡仔教育基金現階段，敢若希望會當好好處理。是講，佮講到自稱是趙建明的朋友王醫師的身份時，陳幸如表情叮當，透露伊也唔知影這個神秘的人到底是啥。那一定是跟趙建明比較好的人嘛。兩人離安尼風波繼續炭燒，陳幸如的心情也像海水撲撲點點。爸爸有說回台灣之後有要處理的。陳幸如做這個笑甲真燦爛，關注的2300萬教育基金，前案願意處理，心情並很較輕鬆。楊哥繼續講在起，對我心情不好了。發覺代誌，技術無對好的方向來發展。過前，深夜趙建明一黨的台灣都提出保密協議，陳幸如的心情也受影響。爸爸有感到關心你還是？你爸爸也不能幫忙什麼啊。有鄉親看袂落，發起查理藝術節的活動，官方第3暝正式發布聲明，公布活動的主辦方也有相關資訊。透過戲劇要甲出頭，大力消停這個台南造囝。